国检署今日公布国内毒品分析报告，讲这三级毒品蔡乾芬是合成卡司酮类的毒品，致死率增加4.5倍，而且使用的年岁有下降的趋势。警方也表示讲，这学生使用新型毒品，根据通报上界细汉的就是高中生，甚至有专家讲大麻卡司酮类的毒品，仿做是熏油用伫咧电子烟顶头，根本是真恶查到。 查某人头勒勒苦累，关键甲人铐起来，超出三级毒品彩虹酚超过2000支，属有合成卡司酮类真接甲酚蓝做伙，伫国内真接方使用，这种毒品致死率去年比去年加4.5倍。关键阁发现，染到这种新型毒品，愈来愈侪少年人介意。 国高中甚至也不乏有大专、大学年龄层这一块，外观非常炫，那甚至它可以客制化。 好，那独树一格的这种风格，来吸引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兴趣跟关注，相对它的成本或是方式，相对也容易入手。 敢若最近5年，因为新型毒品死亡的超过430人，检出来的毒品成分连喵喵都有，为110年开始持续排第一。不过，毋拿新型毒品乱用使人烦恼，检方嘛分析，大麻查获量去年有2300多公斤，甲去年比起来大大增加50%。不过查到的使用人数较无1000人，研判应该是有无抓到的。 黑素的特性，我们研判跟使用族群的特性有关哈。大部分的比例是没有毒品前科的啊，或者是所谓的白领阶级，啊，又或者是经常出入大麻合法化的国家，或者是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。 使用人数歹查，检方分析，甲大麻族群较侪白领无毒品前科这个原因有关。不过为大麻到卡司酮类毒品，甚至连药品依托米子，拢互不法人士做电子烟油另类转卖。 咖啡包，它至少还要喝水吧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我把卡司酮变成到电子烟的里面去的话，我就随时可以补啦。我们虽然立法不能抽电子烟，但是到处都买得到。上阵电子烟方便查较歹查，也互毒贩仔看介意。透过网络做媒介卖毒品伫市面流通，因为毒品的种类一直变，使用方式嘛伫换新，这拢变做目前毒害上大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